零首期喺深圳買樓，放喺以前絕對係一個笑話。咁而家喺深圳前海呢一個地段咧，推出咗45平方嘅一個兩房單位，零首期月供6500蚊就可以入手噶啦。咁可以見到啦，樓下呢啲街鋪咧已經全部開晒，生活配套都係非常之齊全，有埋我哋 KFC 啦，同埋我哋嘅咖啡店嘅。隔離咧仲有我哋一個地鐵站啦。如果搭地鐵翻到我哋深圳灣關口咧，講緊都係半粒鐘嘅一個時間。走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示範單位。OK， 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，咁45平方咧，俾我哋做到兩房嘅單位，而且有埋獨立嘅廚房、獨立嘅衛生間。而家零首期就可以拎低呢一套單位啦。樓下咧就係我哋嘅地鐵站啦，呢度翻我哋嘅深圳機場咧，講緊都係15分鐘嘅一個車程時間就去到啦。如果去到我哋深圳灣關口咧，講緊都係半粒鐘嘅一個時間，咁交通嚟講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對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3個6 send 啲詳細資料俾你睇睇。